请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我想到啊，明辉啊，即摆算新航路、新地广，一定走转厝咧。南某，平常时哦，看这小囝老实老实啦，哇，佮乌干啊底老又无底看。土啊！你是一个人在遐咧细细念啥话？明辉啊，哦，这丽玲实在有够厉害呢。 咧短短的时间哦，变只大间公司的这个负责人，吼，真正有熬的。对啦，你有敢问看，伊啥物原因哪会遮厉害啊？我无问啦，你嘛不讲。这天大地大的代志，你既然无问，林辉啊，嘿。 我真正想无咧，你到底甲丽玲是安怎哈？你阿兄是美辉，哪会突然间甲丽玲结婚？我咧规个无煞煞，我搁转去庄口吼，才短短几个月啊尔。啥物你甲丽玲结婚啦？吼，这个美辉也搬遐天大遐大啦吼，你搁吼，你莫搁讲落去啊啦！美辉啊，我嘛是为着伊好诶，你哪会有遐歹要错爱？ 拜托你帮我拍一个电话转出去，甲丽玲讲一声，讲我下暗要加班，会将我转去。喂，林辉，土啊，是你哦。明辉要加班。哦。 袂啦，我哪会生气？阿痛啊，多谢你打电话甲我通知哦。多谢。多谢老师呀。老哥呀！ 给你做什么来啊？我才7百来啊！哎，哦，水来了哈。就才1百来，就。好。来，酒先来啦，啊，明天再来哈。了诶，你哪坐遮咪去煮面啊？歹势啦，阮头家人无爽快，互伊小休困一下吼。米水来啦。
天祖啊，你莫干那啉酒啦，食一寡菜啦，无胃会拍歹去啦。来来来，高菜先来啦吼，啊，煮好啊吼，小等一下吼。天祖啊，你哪个啉捌水茫茫？你来啦！你来啦，你来。明知这是一出苦戏，一出演袂落去的戏，明明知影咱有的马虎，偏偏不愿离。明知这是一条蛇。喂，哦，你要找天祖啊？你小等下吼。天祖啊，电话啦！天祖啊，起来啦，电话啦！哎呦，电话啦！喂，好好好，阿金啊，你千万替我顾好好呢，莫搁我走去吼，一定爱等我过知影无？好啦好啦，多谢你吼，谢。谁打电话来啦？阿春的朋友啊，伊讲吼，阿春即摆人伫个遐，我即摆随过去接伊，我囝转来吼。妈，天祖找着阿嫂呢，妈！啊！一定是美美转来款。来啊！当，你上介意的玫瑰花送你。多谢咧。啊，哟，你要10点啊，还袂食哦？嘿，迄纯棉花到底是创啥吧？啊，恁家做结婚的尔，就安尼甲你领导，还阁是新娘啊呢。你来这是要创啥？煞毋知为着明辉阿爸迄个破工厂啊，我是今仔日来遮，特别要向你请教一下啦。啊，不，迄间工厂阁是安怎？我毋是甲你讲过，不管开偌济钱，只要迄间工厂起死回生，安尼就会用的啊。哼，我看是无安尼简单咯。哼，废话，告诉人这么简单，敢就用甲你是无？丽玲，当你讲这句话是真心的，啊是你甲我凊彩讲的啊？无代志你会用走啊？明辉真紧就会转来，我无希望伊转来，看到你引起无必要的误会。敢安呢？啊，毋过我来听人讲吼，果恁翁逐工拢伫外口咧花天酒地啦，无陪到天光。你是伫咧调查我就对。无啦，我要哪会假啦？应该讲是我咧关心你，为你抱不平。毋免啦，你若无用，你会当转去啦。就引起，
警告你哦，你唔通讲我袂来。你敢讲去？我就是听你的听伤济啦。这个失去啊，本来应该属于我的一切啊。你别多小心。对不起，我跟你讲，我一世人拢无可能属于你的，你马上赶出去。叫我出去，会用吗？除非你互我。你别讲你嘛！好，这是你电话，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你什么脑子？你敢对我听我？生命会无咧听你，你就互我来这医，来弥补你的空医嘛。你相信吗？真的？你想啊！你想啊！你打帮助，你想啊！做成死咯！好，我走，安尼用的无？哼！先生，阮太太烦恼嘛，你甲看一下嘛。先生，麻烦你替我化妆。是啊，我毋是故意的，你有安怎无？无要紧啊。哦，先生啊，阮人伊即摆安怎？伊会死袂哦？恁人，我要哪会知啦？你别骗我啦！阮人一定会死掉哦。天总，你还当放我阮囝唔管啊？天总！这位小姐，即摆倒伫内面，敢若阮某尔，都无恁人咧。拜托恁较细只来约无？这是病院嘞。小姐，这位太太要找因先生啦，哦，你甲查看卖是不是一个白包？恁先生叫做啥物名啊？伊叫做廖天洲，是迄个车送入来的。车好，昨暗收一个车好送入来反正，啊，毋过即摆搁伫咧二楼动手术。伫咧二楼。你按迄边的楼梯去行就无怕。哦，邓小姐，邓小姐好。廖天洲，天开太难拄个代志，有可能。美惠，天洲即摆安怎？伊有危险无？伊即摆伫咧内底开刀啊，详细情形我嘛无遮清楚。医生啊，阮人伊即摆安怎？有要紧无？我刚刚入去看伊啊。哦，恁翁的脚骨拢断去啊！我即摆用石膏甲控起来。啊，毋过我惊伊的龙骨神经哦受伤足厉害。我想要搁甲动一摆手术，啊若无哦，恐惊伊会半身不遂。医生，我求你，你随我入去替阮大兄
开一遍刀好无？患者的花流伤多啦，即摆需要尽量一段时间。而且吼，我等你照顾停了以后，我叫我同事来带你。吼。我太想烦了。陈明辉，我就是。你太太一定无代志啊！等伊管大堂也去了，你会当带伊倒去厝歇困啊？做啥？早势，我希望你家己的个性，着爱另外小改一下，唔通爱抢在要拍恁某。我拍某？你敢唔信你信？伊的嘴巴叫你拍到真歪歪，嘴角敢有花流直的，你敢会假直信？我家在是你用早送伊来骗你，啊无伊捌倒来囡仔保袂掉。你讲啥？伊已经有心了？是啊，伊一定有心2个外月啊！你上好是对伊较体贴的。已经有心2个外月啊，这边哪有可能？我是安怎？啊，这阁是倒啊？你有车弄着，留做这货，是我送你来做的。我伫阿琴兜等足久的，拢一直要看到你来。我了做你心肝，才是遐尼凶猛的我。后来哦，阁是阿琴敲电话倒去厝里，我才知你吞车了啦。阿春啊，莫甲我拍。阿春啊，小宝呢？小宝哪会无甲你斗阵？我家留伫阿琴遐啦，看完我去遐抱来看你啦。我的脚，我的脚是安怎？医生讲你的脚骨长去啊，所以替你讲笑歌，可能要1个月才会好听。哦，啊，甲我弄着迄个人呢，是有抓着遐无？我听着弄着物件的声音，就赶出来，一看车就已经走去啊。你是咧靠啥啦？普通时啊，毋是就差我较早死的，安怎？即摆毋敢嘛是？你是后袂讲啥啦？我哪是有就差爱你死啊？告诉若毋是恁两个，我明仔会带小宝伫外口流浪，咱厝的无要回去。阿春啊，既然你怀疑阮两个，你转来要创啥？你会咧走啊？你走啊！我安怎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是搁讲米花啊任何一句歹话，我即时就甲你离婚。好，这是你讲的，你莫后悔。哎，阿春啊，阿春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脚，哦。天蛇毋是超过伊要讲遐话，天蛇就是这款人，自从你带小宝离开了后，你就感觉足后悔的。啊，不过伊是按你嘴边。大嫂，天蛇这边会受伤，嘛是因为听到你甲小宝的消息，就无故意直冲出去。
车去互车弄着。你还甲我意思讲，若毋是你有关提早，我免来找小宝离家出走。大嫂，你真是误会阮啊！我根本就不应该去倒转来。是的。大嫂，你袂用走的啦。天蛇即马上需要的就是你甲小宝伫伊的身躯边，卡算你就安尼走啊，以免让忍受袂掉咧。你莫当作假死了，伊需要的是你，毋是我。大嫂，我求你，你莫走好。你安尼是在创啥啊？大嫂，我就知，我甲天蛇是清白的，卡算我若有半句假话，我就无好死。那安尼，你巴肚里的囡仔是啥物人的？你免阁骗我啦！你讲我听到天蛇讲，伊对不起你家囡仔，害你受到这委屈，我无安尼讲啦。假使囡仔若毋是天蛇的，伊是安怎爱回心的啊？天蛇知影我有心了后，就去找囡仔的老爸理论，也毋过，伊毋去负责任。结果天蛇动手甲拍，伊讲伊对不起我，是因为伊怨恨家己无路用，无法度将明辉掠倒来。你讲的是真实的？你巴肚内囡仔真正毋是天蛇的？我绝对无骗你。毋是天蛇，毋是天蛇。明知这是一出苦戏，一出演袂落去的戏。明明知影咱有的模糊，偏偏不愿意。明知这